詩劍奇緣一，孤峰為師。那年秋深，遊俠靈燕行至蒼嶽山，燕危崖懸百步，本欲尋徑觀泉，卻在主角處忽見一片青黑岩壁，壁上竟有字跡，非作非掩，每一筆畫皆如雷霆劈入石髓，深達寸許。近前細看，是一首七絕，削雲為子，醒為燕，風雷翠印字三芒，留詩一句山聽懂。不問人間幾度傷，靈燕指尖撫過自痕，就覺凜然之氣透骨而來。這非筆墨所書，而是以劍鋒刻就，豈不如劍出鞘，修勢如印回環，轉折處竟無半分崩石，唯有行雲流水般的劍意仍在石中，歷經風雨仍吞吐寒光。好劍法，好詩拍。他輕嘆：此人劍術以樽江極生柔之境，方能刻石如酒絹。詩中那不問人間幾度傷的孤傲，更似劍客一生的腳。二，對壁長嘯，靈燕界下腰間背劍雪輪，此劍隨他10年，斬過塞北沙塵，挑過江南夜雨，卻從未試過在石上寫詩。他閉目良久，山風穿過襟袖，瀑聲遠如梵唱。忽然他睜眼，震腕劍尖觸醒的拿，竟發出清越龍吟，石粉速速落下，字跡隨劍鋒游走而生。默是劍行詩是膽，君克星斗我克剛。他年若有人仰壁，追聽雙峰夜對吟。最後一筆收勢時，直光正斜照岩壁。先前那詩的劍氣陡然一震，竟與新刻詩句隱隱共鳴。石隙間蕩開細微金過之聲，如兩柄無形之劍，在千載時空中悄然交擊，清音不絕。靈燕收劍入鞘，對壁一泣，雖未謀面，以酬之音，如筆踏月而去，再不回顧。三，詩劍成壁。30年後，有書生被語至此，言相思並列於壁，字跡一蒼勁一瀟灑，劍意卻同樣切骨驚心。更機者，每逢夜半山霧彌漫時，石壁竟隱傳爭鳴之聲，似有雙劍相擊相迎，清越餘興。書生歸後讚蒼嶽異聞錄，稱此壁為詩劍壁。記曰：劍客之魂寄於詩，詩人之魄形於劍。此壁非醒，實那二人肝膽相照之鏡也。從此江湖始知，世間有一種相逢，不必同時同地；世間有一種較量，不爭勝負，只正境界。中，夜半清音。而今蒼嶽山已成傳說之地，樵夫偶然每逢月圓之夜，若獨坐詩劍壁下，或能聽見先是一聲劍吟破空而起，次在朗誦前詩，繼而另一聲劍鳴相和，次在應答後句，雙聲交織，鏗然昌然，終化入從風流傳，渺然無跡。有人說那是靈燕與無名劍客的魂，仍在隔世對詩；也有人說那只是山風穿過劍痕的巧合。唯有石壁上那兩首詩，依舊在時光裏閃住沉默的鋒芒，等待下一個懂劍亦懂詩的人來聽這一場千年未盡的奇緣。